蒜香奶油蘑菇。我们这个蘑菇已经看不到它的蒂头了。对，因为它的蒂头和它的蘑菇，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蒂头牺牲掉啊，先把它扒掉，然后我们要进烤箱啊。是，那我们先上一点橄榄油。我们要把油倒在那个蒂头里面。对，没错，我们要把橄榄油倒在蒂头里面。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做法。让它在烤的时候呢，蘑菇可以完全吸收到那个橄榄油的香味。撒一点黑胡椒，还有盐巴。需要奶油吗？不用。哦，不用。好，那大概要多少温度？然后要烤多久？烤箱的温度上火250，下火200，烤了10分钟。烤个10分钟啊，上火250，下火200。那如果家里的烤箱没有上下的话呢，没有上下火的话呢，那你就取它的中间值450加起来之后呢，除以2，225度哦。蘑菇已经烤好了，我们下一点奶油。好，奶油融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加一点蒜头，爆一下。一点黑胡椒。好，大家在炒奶油的时候呢，要比较小心一点啊，因为奶油它的这个加热啊时间要很短，好千万不要炒久。好，蘑菇。我相信喜欢吃蘑菇的观众朋友呢，一定会喜欢呢今天子阳带来的这一道哦，蒜香奶油番茄蘑菇哦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橄榄油的这个味道啊，跟这个奶油加在一起啊，你看起来是有一点油，因为本身两个这个食材呢，它不太会吸附这个油脂呢。不过你放心，因为呢今天子阳带来了这个生菜，所以呢。你跟生菜一起吃的话呢，你就不会觉得那个生菜那个口感呢很青涩哦。好，拌匀的时候就可以了。今天的这个蘑菇跟番茄，因为它真的是滑不愣登的，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奶油、橄榄油，所以它在那边晃动啊。那好不容易我们把它摆成呢两个呢稍微有点交叉哦。那这个生菜呢再加上这个蘑菇啊，真的我觉得是非常对味的啊。然后在色彩上面呢也非常的吸引人。